近期，香港娛樂圈又再被一則大新聞鬧得沸沸揚揚。45歲嘅 TVB 藝人大馬拿督個女莊思敏喺巴厘島悄悄搞咗場婚禮，呢個消息就好似一顆大石投入平靜嘅湖面，瞬間激起千重浪。之前，莊思敏同台灣珍珠奶茶店老闆嘅婚姻就好受關注，離婚3年後突然再婚，而且行事咁低調神秘，令全港嘅媒體同市民都陷入瘋狂猜測之中。據內部人士爆料，呢場婚禮背後隱藏住好多唔為人知嘅秘密，從婚前協議嘅生育對賭到前夫失控大鬧婚宴現場嘅傳聞，再到千萬嫁妝嘅驚人內幕，一場牽動全港嘅大戲正慢慢拉開帷幕。莊思敏呢次再婚，從籌備到搞，全程都透住一股神秘嘅氣息。據悉，佢同現任老公識咗2年，拍拖1年半後決定步入婚姻殿堂。不過呢段戀情喺曝光前幾乎冇咩風聲。7月戀情開始有跡可尋，莊思敏卻始終唔回應，甚至喺9月臨結婚前，面對媒體嘅詢問，佢仲堅決否認戀愛。直到10月初，婚禮嘅消息先好似炸彈咁喺娛樂圈炸開。有內部人士透露，莊思敏呢次咁低調，同佢過往嘅戀情同婚姻經歷有密切關係。佢同前夫喺2019年識到拍拖，唔到1年就火速結婚。當時呢段跨越海峽嘅愛情就好受矚目，媒體紛紛報道，兩人嘅甜蜜瞬間都經常出現喺公眾視野中。不過好景唔長，疫情嘅爆發令兩人聚少離多，男方又唔願意遷就女方去內地、香港生活，再加上三觀唔合，呢段婚姻僅僅維持咗2年就以離婚收場。可能係因為上一段婚姻嘅高調同失敗，令莊思敏呢次選擇咗截然唔同嘅方式。佢選擇喺巴厘島嘅干拉酒店搞婚禮，婚禮以戶外形式呈現，設喺沙灘前嘅酒店草坪上。據現場遊客描述，婚禮當日草坪上嘅台凳都用白布鋪住，凳後面仲綁住同草地同色嘅蝴蝶結，台上擺設以植物、花卉為主，仲有燭台。每個座位前都有專屬嘅名牌，睇起身儀式感十足，浪漫又溫馨。但就算咁，婚禮嘅規模都唔算大，所請桌數唔超過10桌，除咗親人，仲有莊思敏喺圈內嘅朋友。婚禮司儀係 TVB 藝人陳建東，佢喺社交平台曬出嘅戶外婚宴現場相，都只係寥寥幾張，而且冇過多透露婚禮細節。呢種極度低調嘅行事風格，同莊思敏以往喺娛樂圈嘅高調形象形成鮮明對比，唔少人開始猜測佢呢次再婚係咪另有隱情？係真心揾到可以攜手一生嘅伴侶，定係為咗某種目的而倉促結婚？一時間，各種猜測同傳言甚囂塵上。就喺眾人對莊思敏嘅再婚議論紛紛時，一則更加驚人嘅消息被曝光。莊思敏同現任老公嘅婚前協議中，竟然存在生育對賭條款。據一位唔願透露姓名嘅知情人士稱，呢份婚前協議係莊思敏家族律師精心擬定嘅，其中明確規定，如果莊思敏喺婚後一定期限內成功生咗小朋友，佢將獲得一筆巨額嘅財產獎勵。反之，如果未能按時生育，佢就需要承擔一定嘅經濟責任。呢個消息一傳出，立刻引起咗軒然大波。喺當今社會，婚前協議唔係罕見，但生育對賭咁嘅條款就好少見。有人認為呢係莊思敏家族對傳承嘅重視，畢竟莊思敏出身豪門，家族資產豐厚，希望有後代嚟繼承家業都係情理之中。而且莊思敏已經45歲，屬於高齡產婦，生育風險較大。家族通過呢種方式嚟激勵佢盡快生育，都係為咗家族嘅未來考慮。不過，亦都有人對此表示質疑。佢哋認為將生育同金錢掛鈎，係對女性嘅唔尊重，將女性當成咗生育工具。婚姻應該係建立喺愛情同相互尊重嘅基礎上，而唔係用金錢嚟衡量生育嘅價值。呢種生育對賭嘅協議，可能會俾莊思敏帶來巨大嘅心理壓力，甚至影響佢同老公之間嘅感情。面對外界嘅質疑，
莊思敏本人並未直接回應生育對賭呢個講法，但有媒體試圖聯繫佢嘅經紀人，經紀人只係含糊其辭咁表示，婚前協議係夫妻雙方嘅私人事務，唔方便透露過多細節。呢種模糊嘅態度，反而更加引發咗公眾嘅好奇心同猜測。除咗生育對賭嘅傳聞，莊思敏呢次再婚嘅千萬嫁妝都成為咗眾人關注嘅焦點。據內部人士透露，莊思敏嘅家族為咗呢場婚禮，準備咗價值數千萬嘅嫁妝，其中包括房產、珠寶、現金等多種形式。呢個消息令唔少人驚嘆不已，紛紛猜測呢場婚姻係咪一場豪門聯姻，背後隱藏住巨大嘅經濟利益。有分析人士指出，莊思敏作為大馬拿督個女，本身就擁有雄厚嘅家族背景，而佢嘅現任老公黃耀斌雖然身份被曝光係高級督察，但同莊思敏嘅家族相比，喺經濟實力上似乎存在一定嘅差距。因此，有人懷疑黃耀斌同莊思敏結婚係咪為咗獲取莊思敏家族嘅財富？不過，亦有另一種聲音認為，千萬嫁妝係莊思敏家族對個女嘅痛愛同祝福。喺豪門家族中，女出嫁時準備豐厚嘅嫁妝係一種傳統，亦都係家族地位同財富嘅象徵。莊思敏嘅家族希望通過呢種方式，令個女喺婚後能夠過上幸福嘅生活，同時亦都向外界展示家族嘅實力。對於千萬嫁妝嘅傳聞，莊思敏喺接受媒體採訪時只係微笑唔語，既冇承認，亦都冇否認。呢種態度更加令外界對嫁妝嘅真實情況充滿好奇。而佢嘅老公黃耀斌喺婚禮後都好少出現喺公眾視野中，對於呢啲傳聞更加避而不談。呢樣令千萬嫁妝嘅謎團更加神秘，好似背後隱藏住更多唔為人知嘅秘密。就喺莊思敏嘅婚禮搞到如火如荼時，一則更加爆炸性嘅消息傳來。莊思敏嘅前夫竟然失控大鬧婚宴現場。據現場目擊者稱，婚禮搞到一半時，一名男子突然衝入婚宴現場，大聲呼喊住莊思敏嘅名字，情緒十分激動。現場保安迅速上前制止，但該男子卻奮力掙扎，場面一度十分混亂。呢個事件立刻引起咗現場賓客同媒體嘅高度關注。有人認出呢名男子正係莊思敏嘅前夫，一時間各種猜測同傳言紛紛湧現。有人認為前夫係因為舊情未了，睇到莊思敏再婚，心中無法接受，所以先失控大鬧婚宴現場。畢竟兩人曾經有過一段婚姻，感情基礎都仲係存在嘅，而且離婚後前夫可能一直對莊思敏念念不忘，睇到佢再次步入婚姻殿堂，先會做出咁衝動嘅行為。不過，亦都有人懷疑呢係前夫嘅惡意報復。喺同莊思敏嘅婚姻中，前夫可能積累咗太多嘅唔滿同怨恨，睇到莊思敏再婚，便想借此機會破壞佢嘅婚禮，令佢難堪。仲有人猜測，前夫大鬧婚宴現場係咪同生育對賭同千萬嫁妝嘅傳聞有關？係咪為咗爭奪某種利益而採取嘅極端手段？面對前夫大鬧婚宴現場嘅事件，莊思敏喺事後發表咗一份簡短嘅聲明，表示希望大家能夠尊重佢嘅隱私，唔好過度炒作呢件事。佢稱前夫嘅行為只係一時衝動，佢已經選擇咗原諒。但對於前夫大鬧婚宴嘅具體原因，佢並未過多提及。呢種模糊嘅回應令事件更加撲朔迷離，亦都令公眾對真相嘅渴望愈發強烈。讓我哋將目光拉返莊思敏嘅婚禮現場。儘管有着諸多爭議同傳聞，但婚禮當日嘅現場都係充滿住浪漫同溫馨嘅氛圍。下午時分，新人開始迎賓，莊思敏身穿一襲潔白嘅婚紗，好似仙女下凡，美麗動人。佢嘅新郎黃耀斌則着住一身黑色嘅晚禮服，帥氣瀟灑，兩人站喺一齊，好似一對璧人。佢哋喺酒店草坪上同親友親切互動留影，臉上洋溢住幸福嘅笑容。婚禮儀式喺傍晚時分正式開始，喺司儀陳建東嘅主持下，
莊思敏同黃耀斌喺親朋好友嘅見證下，交換咗戒指，許下咗對彼此嘅承諾。現場嘅小型樂隊奏響咗悠揚嘅音樂，為婚禮增添咗一份浪漫嘅氣息。賓客中嘅吳若希仲喺場高歌咗一曲本名曲《越難越愛》，將現場嘅氣氛推向咗高潮。不過喺呢份浪漫嘅背後，似乎都暗流湧動。有細心嘅賓客發現，莊思敏喺婚禮上嘅表情有時會顯得有些凝重，尤其喺同新郎互動時，眼神中似乎隱藏住一絲複雜嘅情緒。而新郎黃耀斌喺整個婚禮過程中都顯得有些拘謹，唔好似一個完全沉浸喺幸福中嘅新郎。晚宴過後，眾人仲喺戶外婚宴草地上進行派對活動，燈光閃爍，音樂聲聲，但喺呢份熱鬧嘅表象下，似乎有一股無形嘅壓力籠罩住整個婚禮現場。有人猜測，呢股壓力或許來自於生育對賭嘅傳聞，或許來自於前夫大鬧婚宴嘅影響，又或許來自於豪門婚姻背後嘅種種利益糾葛。值得一提嘅係，呢次莊思敏喺巴厘島搞婚禮，佢嘅妹妹莊思明同男友楊明都有出席。莊思明同楊明拍拖多年，感情一直十分穩定，但至今仍未結婚。呢點同莊思敏嘅迅速再婚形成鮮明對比。有媒體趁機採訪莊思明，詢問佢對姐姐再婚嘅睇法，以及自己同楊明嘅婚事計劃。莊思明只係微笑着表示，祝福姐姐揾到幸福，希望佢同老公能夠白頭偕老。而對於自己同楊明嘅婚事，佢則表示目前仲冇具體嘅計劃，一切順其自然。不過外界對此卻有着各種猜測。有人認為莊思明同楊明至今未結婚，可能係因為楊明仲未達到莊思明家族嘅要求。畢竟莊思明同樣出身豪門，家族對佢嘅婚姻可能都有咗較高嘅期望。亦都有人猜測，莊思明係喺等待一個合適嘅時機，或者係喺觀察楊明係咪真嘅值得佢託付終身。同莊思敏嘅再婚相比，莊思明同楊明嘅感情似乎更加平淡同穩定。但呢份平淡背後，係咪都隱藏住一些唔為人知嘅矛盾同問題呢？呢個都成為咗公眾關注嘅又一個焦點。面對呢一系列嘅爭議同傳聞，各方都俾出咗唔同嘅回應。莊思敏本人對於生育對賭、千萬嫁妝以及前夫大鬧婚宴等傳聞，大多選擇咗回避或者模糊回應。佢嘅經紀人則表示，呢啲都係莊思敏嘅私人事務，希望大家能夠尊重佢嘅隱私，唔好過度猜測同炒作。莊思敏嘅現任老公黃耀斌喺婚禮後都好少出現喺公眾視野中，對於呢啲傳聞更加避而不談。有媒體試圖聯繫佢，但均未得到回應。呢種沉默嘅態度令外界對佢嘅真實想法更加好奇。而莊思敏嘅前夫喺大鬧婚宴現場後，亦都冇再對呢件事發表任何言論。佢嘅行為同沉默令整個事件更加神秘莫測。儘管各方都俾出咗回應，但真相似乎依然撲朔迷離。公眾對於呢場婚禮背後嘅種種秘密，仍然充滿好奇同猜測。有人認為呢一切都係莊思敏為咗炒作而故意製造嘅話題，亦都有人堅信呢啲傳聞背後隱藏住唔為人知嘅真相。無論呢場婚禮背後隱藏住幾多秘密同爭議，我哋都希望莊思敏能夠真係揾到屬於自己嘅幸福。婚姻係一場漫長嘅旅程，充滿住各種挑戰同考驗。對於莊思敏嚟講，佢已經經歷咗一次失敗嘅婚姻，呢次再婚，佢無疑更加謹慎同小心。生育對賭嘅傳聞、千萬嫁妝嘅謎團以及前夫大鬧婚宴嘅影響，都可能成為佢婚姻道路上嘅絆腳石。但我哋都睇到，莊思敏喺面對呢啲爭議時，表現出咗一定嘅堅強同豁達。佢選擇咗原諒前夫嘅衝動行為，亦都試圖用沉默嚟回應外界嘅猜測。希望莊思敏同佢嘅老公能夠相互理解、相互支持，共同面對婚姻中嘅各種困難同挑戰。亦都希望佢哋能夠唔受外界傳聞嘅干擾，用心經營自己嘅婚姻，真係實現百年好合、白頭偕老嘅願望。